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Max TV。我哋今日為大家準備咗好多精彩嘅娛樂新聞。因葵出殯引爆樂壇反思，當代廣東歌是否已失去當年的狂野靈魂？從太極合作無間看詞人風骨。今日5月30日，香港樂壇再次籠罩在一片淡淡的哀傷之中。著名填詞人因葵（原名陸謙柔）的告別儀式於中午12時30分正式舉行，並於下午1時許圓滿結束。隨後靈柩移師至柴灣歌連臣角火葬場進行火化，象徵着這位一代音樂鬼才正式走完了他傳奇的人生旅程。現場氣氛莊嚴而肅穆，深褐色的木質靈柩被百合與太陽花交織的花圈緊緊包圍，仿佛在訴說着他生前既絢爛又充滿個性的藝術人生。當身穿黑色素服的女親人雙手捧着因葵的遺照緩緩登上靈車時，那份強忍的淚水與難掩的傷痛，令在場每一位前來送別的親友都為之動容。而在這場低調卻充滿分量的告別式中，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太極樂隊的4位成員雷有輝、鄧建明等人特別抽空親臨現場，他們神情哀傷，依依不捨，默默地陪伴着這位多年來合作無間的摯友走完最後一段路。這幕太極4子悲痛送別的畫面，不僅僅是一場私人喪禮的側記，更在網絡上與樂迷心中激起了一股巨大的漣漪，引發了關於廣東歌黃金時代、樂隊文化傳承以及當代流行音樂靈魂何去何從的深刻辯論。提及因葵與太極樂隊的淵源，那絕對是香港流行樂壇編年史中不可磨滅的精彩篇章。甚至可以說，如果沒有因葵那些充滿哲思、狂野且直擊心靈的歌詞，太極樂隊在80、90年代香港搖滾樂壇的叛逆與前衛形象，恐怕很難展現得如此淋漓盡致。從當年震撼無數樂迷的經典作品，到後來無數次舞台背後的靈感碰撞，因葵的詞作總能精準地捕捉到搖滾樂的核心精神反叛、反思、對命運的抗爭以及對人性最深沉的關懷。因此太極4子今日的現身，既是對一位長期戰友的最後致敬，更像是一場對彼此青春歲月與共同創造過的輝煌時代的集體告別。這種深厚的兄弟情誼與音樂羈絆，讓許多老樂迷在惋惜因葵離世的同時，也不禁開始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展開激烈討論。有人認為，隨着像因葵這樣具有強烈個人風格與文人骨氣的填詞人相繼離世，當年的太極式搖滾或者說是那種純粹不向商業市場妥協的音樂態度，是否已經在如今極度快餐化、流量至上的主流樂壇中逐漸失傳？這種討論迅速蔓延，演變成一場關於廣東歌是否正在失去靈魂的文化爭論。有人悲觀地覺得現在的新歌缺乏深度，歌詞流於表面，再難找到當年因葵筆下那種能夠撼動靈魂、引人深思的文字力量。但與此同時，另一派聲音則抱持着完全不同的積極看法，認為每個時代都有其獨特的文化產物。因葵與太極當年所開創的道路，其實早已化作滋養本地音樂的養分，深深植根於新一代獨立音樂人和創作人的基因之中。他們正在用更現代、更具實驗性的方式去延續這份不屈的音樂精神。事實上，這種爭論恰恰印證了因葵作品的生命力與跨時代的影響力。他生前在樂壇廣結良緣，曾與多位重量級歌手及樂隊合作。他的詞作從不拘泥於主流情歌的框架，而是大膽地將社會觀察、哲學思考甚至宗教意象融入其中。這種非主流的創作手法在當年雖然偶爾會引發爭議，但時間最終證明了其無可替代的藝術價值。正如今日靈車旁那一束束燦爛盛開的太陽花，雖然生命短暫，卻曾竭盡全力地向着光明綻放。從正面、積極的角度來看，因葵的離世雖然令人無比痛心，但他留下來的那筆豐富音樂遺產，卻是一座永遠挖不完的寶庫，激勵着無數後來者去打破常規，勇敢表達自我。當我們看着靈車駛離現場，緩緩向歌連臣角火葬場前進時，那份悲傷其實可以轉化為一種對本地音樂發展的強大推動力。這不應該是一個時代的終結，而應該是一個全新的起點。它提醒着當下的音樂人和樂迷，真正的經典從來不怕時間的洗練，而廣東歌要維持其獨特的魅力，靠的正是這種敢於創新、敢於發聲的鬼才精神。
因葵先生雖然化作了一縷青煙，告別了這個喧囂的人間，但他那些流傳至今的經典歌詞，將會繼續在無數個深夜裏，透過電波、透過耳機，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香港人，繼續給予這個城市溫暖與前行的力量。這或許就是一位卓越藝術家所能留給世界最美好、最永恆的禮物。多謝收看，如果你鍾意，記得俾個 like 同訂閱我哋頻道。我係阿珍，下次見。